短的，这样大概这样子。好，然后把它一样塞到里面。你要过一个线，穿过第二个。是长的不用收，只要收短的那边。长的是要做盖子。所以先把短的收完。第二个。第二个。直接穿过第二个。收了。看不到。老师，你再做一个，再做一个。这边长。这个要剪短。先剪短。剪掉。啊？到底第几？第二个。到哪边收？一样那个里面哦，穿过。啊，好了。1、2、3。再来也是一样，第二个。我再拿掉。松掉。松了哦。是因为那个有一条。然后再来。长的要做盖子，短的把它剪掉。不要盖子也可以全部剪掉，收。不想做盖子，直接全部剪。做盖子是这样，哎呀，对。好，来折，往里。是穿第二个。第二个哦，哈。第二个。穿进去。那长度留到够，长度不够。不要剪太短。差不多长度给他们看一下，那个长度。长度。留这样子。刚好也是它那个这个一个田字的长度。哦，留一个田的长度。然后穿到后面第二个。第二个里面哦。里面层，里面那一层。收起来。我真想直接用剪刀剪。不行。剪就完了，你不好收了，好，收完了。然后长的这个还要再继续编。盖子。来那个线。短的线。你刚跟我讲短线。对呀，它的那个线得有多的那个咖啡色。刚刚我桌上的那个线，看有没有人咖啡。跟那个接的一模一样的方式。就从最旁边。差不多这么长，也是一样，差不多这么长。连字就对了。从第一条开始吗？从第一格开始。编过来。一直编过去。然后点下第二条也是一样。就是编过去就停了，就收边。你把那个刚才剪的分开哦，你不要等一下编一编，很短。然后编5层或6层。最好6层。6层。还是田字编就对了。对，好。是田字编。全部都一样的。